蛋，你骗有什么蛋？袂使甲你讲，这答案关系到3万块，我袂使互你知影。嘿，嘿，嘿，伊的台语叫做啥？车手蛋。哦，碰气，水啊！我来讲，路人就是碰气转世。是哦。是碰气起大汉的。耶！伊的台语叫做啥？车手蛋。乌面疲劳，不是，乌面疲劳，不是屁咯，叫做乌面辣杯。哦，乌面辣杯。伊的台语叫做啥？车手蛋。哦啊！来，我细汉的时阵，嘿，爸爸带我去山顶，是。你忽然间看到，伊看到一只这个吼，嘿，爸爸就甲我讲，感动。足感动的，目屎要滴来，讲哎，这就是恁妈妈。上爱的这款一种动物叫做啥？叫做腊鱼。一点点嘛，啊！你搁去想者，你妈妈敢是你妈妈上爱的？你搁想者，我我来好来，迄群妈妈含咪爸爸咧拉你拉来拉去，啊，这叫拉你。哪里对？哪里啥那叫做哪里就咧？是咱有腔口差，北部腔的，甲迄个拉变做哪里，对啦，哪里？像我下港腔，我就是哪里。